好，过来是中华是发生着5台车的车祸，一个驾驶驶离个内底车道，到这个路口要来回转，因为口伤大连咯，结果后壁直驶的车去甲卡着车头，转失控冲去路边，佮弄着3台车。这前后4、5台车是弄甲真正力，也毋过嘛加载，才一个人受到轻伤。 驶离内线轿车到路口时，将速度放好慢，向为正边煞，后壁车辆被互相转弄落，煞落个失控冲向路边，佮弄到3台车。就撞击声这样，很大声这样子哈。总共大概有几台车都撞在一起？5台吧。会当看到本正停伫路边的3台车，威风弄一个车头规个毁掉，威是160个。加上一开始发生下落的2台车，现场总共有5台车受到损害，当然跳瓦拢互弄甲起一个角。 车祸地点就伫中华复兴中路7段，边仔多好市派出所。民警听着声音，就赶紧走出来看。本所同仁听闻这个事故的撞击声立即驶赴现场协助处理及交通疏导。那初步检测，双方驾驶均无酒驾情形。警方事后调查，赛车姓杨的驾驶当时是要洗头，敢若是为着要增加灯光的角度，才会向正边偏，也毋过煞无注意到后边的车辆，造成下浪甲对浪。 嘛好加载，虽然有5台车受到损害，也毋过规件车祸，敢若一个人受伤，无性命危险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